第5部分，十字架靈修與祈禱及修德嘅特色。靈性生命亦都如同肉體生命一樣，需要保存同埋滋養，否則就會枯萎。咁樣十字架嘅靈修應該係點樣去培養呢？對於呢一點，我哋要好清晰自己嘅身份。我哋係以寶血會成員嘅身份去跟隨耶穌基督到奉獻生活。我哋係喺被釘十字架上嘅耶穌身上去吸取靈性生命嘅滋養。咁樣被釘嘅耶穌有咩特徵呢？而家就讓我哋翻去聖經裏邊去睇一睇。喺《若望福音》第19章34節，好清楚咁樣講，有一個兵士用槍刺透咗佢嘅肋旁，立時流出咗血同水。根據古老教父嘅解釋，教會係喺十字架上誕生嘅，因為水係象徵洗禮聖事，而血就象徵住聖體聖事。教會係經過水而誕生，而藉住聖體而得到滋養。聖體同耶穌嘅血係有密不可分嘅關係。耶穌喺最後晚餐建立聖體聖事嘅時候，路加福音記載話，耶穌拿起餅來，祝謝了，擘開，遞給他們，說：這是我的身體，為你們而捨棄的，你們應行此為紀念我。晚餐之後，耶穌同樣拿起杯來，說：這杯是用我為你們流出來的血而立的新約。呢個係路加福音22章20節。聖體聖事包含咗整個犧牲與修和嘅內容同意義。我嘅身體係為你哋而捨棄嘅，徹底捨棄。我為你哋流出嘅血，亦都去訂立咗天地人修和嘅新盟約。喺十字架上，耶穌流盡咗最後一滴血。呢個就係聖保祿喺腓立比書所講嘅真正嘅自我空虛。聖體聖事嘅靈修係自我空虛嘅靈修。呢條自我空虛嘅路，由自我貶抑降生成人開始，繼而喺山園祈禱，留下第一滴血珠而踏上犧牲嘅旅程，流住血汗咁走完苦路，直到加爾瓦略山上被釘，而流盡最後嘅一滴血。咁樣自我空虛就完成啦，救贖工程亦都完成啦，父嘅旨意亦都圓滿咁完成啦。聖體聖事係十字架靈修嘅靈魂，而被釘嘅耶穌係我哋被召特別跟隨佢嘅一位。苦路必須走，不斷交託，直到我哋將靈魂交喺父嘅手中。寶血會嘅個人同埋團體嘅聖召，必須喺完全交付嘅時候就完成。記得大神學家聖多馬斯喺臨終前曾經表示過，
佢話喺十字架面前，我再唔需要任何神學書籍。為佢，十字架已經包含咗全部救恩嘅學問。全聲教義言傳。